罢免的连署条也拖入到后园底。中山大学的公布栏打过6张罢免的文宣，为个副 QR code， 手机扫一个对当拍资料。是讲这打起了无偌久，敢若就互学校听了解，引发着学生的不满，批评讲是咧侵害言论自由。也毋过，南南部大选以后，包括着清大、北技大、台北大学等拢出现连署的站点，或者是规划短期活动，也提供收件，而且协助转交到罢免站的服务。学校充满着政治味，嘛互教育部头壳没收。这个学校应该谨守这一个校园这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哈，所以学生的属于这一个来自于他的一些言论上的一个自由，公民活动上，我们应该可以尊重。意思是讲，伫学校内底摆大会，慢慢针对单一的特定政党，拢要搁伫接受的范围内。是讲伫清大加蔡国立党，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就伫面册顶原发文章，认为必要的时，教育部应该爱强制阻止，避免违反到政治中立。某个程度上面，言论自由就可能我们要在中间做个妥协，毕竟来讲。校园是教育人才的地方，政治不是不能被讨论，但是不应该被偏颇的宣传。在校园里头，学生自动自发的一些民主行动，或者是发动罢免的联署，我想校方都应当尊重。都应当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。要维持学术的净土，也是尊重学生的言论自主，也引起着论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